来继续来看的是这个第一批送到台湾的牛津 AZ 疫苗，117000剂，什么时阵会当予医护人员开始来做呢？卫福部长陈时中讲，有机会伫7天后开始来做。另外，台湾甲保留的旅游泡泡正积极咧研究当中，交通部嘛做好着准备，随时要配合来启动。 头一批1日疫苗伫3月23到台湾，随开始检验。一礼拜过去啊，台湾敢有这个机会为后礼拜开始做预防针？还在检验，就在照正常程序在进行中嘛，哈。那食药署他们检查高危重要就会给我们报告。但我们说有没有机会，当然是有机会。 无讲明，抑过做预防针相关说明已经展开啊。卫福部初步调查，差不多有70%医护人员愿意注射，可能会列入在我们那个就帮人家打疫苗的医院。那当然我们说被打的应变的医院都有。他们当然需要说比较多的一些科学的证据能够提供出来，医院都蛮高的。 针对外界真关心的台湾甲别流的旅游专案，外交部、交通部甲指挥中心拢伫讨论，验过拢卡伫检验这关。基本上帛琉那边本来是有讲说要做抗原快筛那我们是反对抗原快筛那种伪阳性太多，那人到了场地，那有伪阳性，那整个把这个旅程都打乱了我们就做还是要做 PCR 了所属的一些航空业还有旅游业。 交通部所属的业务都随时可以配合就是说已经准备好了。虽然双方拢希望讲莫有居家检疫，不过依然有相关的采检程序，估计等来台湾了后，爱实施5天加强版的自主健康管理，并且还阁做一摆采检，有关机场、饭店等等相关的准备工作，免怎分流，要你评估，确定了将由指挥中心统一的公布。